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高雄市政府昨暝来举办着石化气爆满5周年的纪念会。市长韩国瑜是向受灾的家属握手致意。气爆自救会会长陈冠莹接受到媒体访问，忍不住悲伤甲情绪，甚至是弄壁大哭。公民团体 We Care 伫个面册来发文章来批评讲，这个气爆的受伤者甲罹难者的家属本来应该是主角。 但是煞互安排坐伫后壁，前排拢是坐官员，这个纪念会都袂输是国民党的造势会。话安尼讲是互韩市长真愤慨，伊讲伊实在想袂晓，都好好代志，为虾米大家拢要安尼唱衰呢？重建之路虽然艰辛。 高雄气爆5周年的纪念会，昨暝伫市府举办，市长韩国瑜到现场，甲健伤以及罹难者家属握手。双手。 会后，媒体访问发力气爆自救会会长陈冠莹，今后便是前镇区德东里的里长陈进焕。气爆迄一暝，伊热心替相对送水不幸往生。对，因为今天对我而言是个比较，对一下。后天讲袂出来。从那个时候不会再哭了。艰苦加争拼，要改变心境，比外人想的更较困难。把这个场合弄得很欢乐，弄得很像签唱会这样。对，但是。 我曾经也是这样觉得啦，只是说，有些事藏得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深。为求高雄团队批评讲，暗会袂输是国民党的气爆纪念会，真正的主角气爆受伤人甲罹难者家属，为拢被排伫市府官员的后壁，变成配角。然而，今年的这场活动看起来就是一场浓浓的政治走秀味，抚慰家属的心灵啊。 就是这样子啊，为什么要唱衰？为什么要这么黑暗的来看呢？我实在是搞不清楚嘞。韩国瑜强调讲，市府团队以同理心面对气爆的伤痛，无希望阁有人摕来做文章。